認唔認識呢一棵銀白色嘅植物係乜嘢植物呢？呢一棵就係我喺屋企自己種嘅海芙蓉。咩叫做海芙蓉呢？你聽個海字，佢應該係生喺海邊嘅喎。咁而我正正咧就住喺海邊。咁有一日有一隻雀仔，佢將呢個海芙蓉嘅種子帶咗嚟我屋企。咁自此之後咧，我屋企就多咗一棵海芙蓉呢種嘅植物啦。海芙蓉呢種植物每年咧到咗夏天，佢都會蓬勃咁生長。海芙蓉咧唔係淨係夏天先會生長嘅，只不過夏天嘅時候佢生長得更加蓬勃，而且亦都會開花嘅。但係咧佢係全年生長嘅植物。佢嘅顏色銀白色，非常之靚。中國人認為海芙蓉係可以辟邪嘅，亦都因為海芙蓉佢好靚銀白色，所以好多中國人亦都將佢咧作為一種觀賞性嘅植物。但係你又知唔知海芙蓉其實佢有好高嘅藥用價值？佢作為我做中藥防脫髮護髮嘅洗頭水嘅其中一種材料，咁我呢度咧只係集中講佢嘅外用價值。佢有解毒同埋消腫嘅功能，對於跌打、損傷、毒瘡同埋呢個皮膚炎咧都有非常之好嘅效果嘅。咁而我哋之前曾經講過 DHT 呢種雄性嘅荷爾蒙攻擊我哋毛囊嘅時候，會產生呢個微炎症，而呢個馬拉氏菌佢亦都會咧令到我哋嘅頭皮發炎。海芙蓉正正係有呢一個消炎、解毒、治療皮膚炎同埋呢個毒瘡嘅功能，所以咧將佢作為洗頭水嘅其中一種成分咧，正正就係能夠幫到我哋去解決因為 DHT 雄性荷爾蒙攻擊我哋毛囊所產生嘅炎症，同埋因為其他原因而引致嘅頭皮嘅皮膚炎咧，佢都有好大嘅幫助。而我哋都知道呢啲嘅皮膚炎咧，正正就係令到我哋嘅毛囊死亡，令到我哋脫髮嘅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原因。所以我亦都選用海芙蓉作為我中藥洗頭水嘅其中一種嘅原材料啦。